今仔是世界地球日联合国环境大会23开始，要伫加拿大渥太华举行4天的全球塑胶公约第4届的谈判。这目的是为着要让英国着单调的塑胶消失。第一年海域有美丽海洋生态，因为制作的塑胶本质也在内底，使得爱琴海出现塑胶漩涡群。这对海水漂流不是海草丝，是一个卡伫岩层空棚内底已经变质的塑胶袋啊！这经常互人真着惊。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数据，每年至少有800万吨的塑胶废弃物流入大海。全球正做塑胶海域总共5大区，这地区拢是塑胶袋啊、塑胶管啊，这塑胶的物件。其中一个是伫加州甲夏威夷大大小小相当19个台湾面积这么大。海洋塑料当中，对生物危害真大的是叫做丘陵鱼具的废弃鱼网啊，海洋生物卡伫这网啊内底会袂顶袂当的情形是真多。泰国海洋学家长期观察丘陵鱼具对海洋生态危害程度，已经是无法度估算。Firstly, we will record where we found it, the date, the depth in meters, what type of fishing gear, and what type of surface the gear is on, such as covering a coral reef, rock or sand. 澳洲海洋团体3月公布的研究发现，塑料含有超过16000的化学物质，其中有1/4威胁人类健康甲环境。塑料正做塑胶微粒，是目前环境专家正烦恼的环境主要污染源。联合国环境署收集的资料显示，南北极圈的海域已经存在塑胶微粒。其中，绿色和平一共18年公布的数据指出，南极大陆采集的17个海水样本当中，超过一半侦测到含有塑胶微粒。废弃的塑胶料不只是危害鱼类，因为生物链的循环系统，连人类也受害。研究显示，在香港水域古钓的乌鱼有6成含有大量的塑料，部分鱼类体内塑料残骸高达80片。Even small steps make a difference. 世界各国开始实施减塑措施，因为团体倡议为日常减少用塑胶袋啊做起。观光胜地意大利是鼓励游客回收塑胶管啊来换免费的大众运输票券。智利是回收影用的衫甲本质可制作，为下一代做定经环保意识。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。